曾經被列為保育類動物的台灣山猴，因為適應力真強，目前族群的數量大約有20萬到30萬隻。台灣山猴部分的活動區域，甲人類生活範圍相頂塔，加上遊客會甲因飼物件，造成因侵入主體、搶奪食物、破壞農作物。雖然2018年台灣山猴正式為保育類物種名冊來除名，敢若互列入一般的野生動物。不過，根據着農業部長期的監測，台灣山猴出現的指數為2019年開始一直增加，這嘛顯示因活動的密度甲頻繁的程度一直在提升。農業部嘛提出着警訊，講這個狀況若無改善，台灣山猴會佇個5年內侵入市區。到時陣，人甲猴的衝突會更加嚴重。到底第一線的農民面對着猴害的議題，拄着什麼款的困境？長期關心動物保育甲權益的民間團體，安怎看待主管機關經營的策略？另外，動物保護法的修正草案，佫應該安怎適時來調整？這回來了解。不行，你走開啊！小孩攻擊就這樣。我們看到的時候很害怕，然後遠離它。珍珠柑吃了了，皮攏老頭殼，一足厲害咯，背甲你看。野生動物它本來就有遷移的本能，跟人一樣會需要互相交流、移動。我們現在已經在挑一些示範區域，使用獵槍。你處理野生動物，老實說只是便宜行事而已啊。真正到底可不可以真的治標治本？高山仔規大陣出現佇咧人濟所在，因為講到台灣猴印象中因大部分生活佇咧山頂，不過這幾年人甲猴之間的界線都慢慢的消失。本署其實很多年來的一個長期監測調查，在這近3年的一個獼猴的成長趨勢，它的豐富度來講，不管是低海拔、中海拔或者是高海拔，都是呈現一個往上升的一個趨勢。根據農業部林業和自然保育署全台灣野生動物族群長期監測的調查資料，透過紅外線自動相機統計的 OI 值，也就是自然指數，或者是相對豐富度。台灣猴的數值會由2019年的4.02，增加到2024年的6.97，顯示猴的族群一年變多，各縣市通賠量嘛繼續佇咧增加。時間來到雲林縣的寧內鄉呢，我們可以看到，就在大馬路旁邊就可以看到野生的台灣獼猴現蹤哦。可以見得呢，現在猴害已經是越來越嚴重了。雲林的哈，就是古坑，然後斗六少部分，然後還有再來就是林內，這樣這個比較靠山區的，猴群比較多的地方，危害比較多。它跳是從那裡，我們老是看到是60幾隻，真的跳進來是20幾隻，就是每年都是增加的，沒有在減少。針對延平高中校長陳清峰行入校園，佇咧中庭還是走廊，都能看到猴經過所留下的痕跡。這個是猴王的糞便，那這個比較淺色，因為它是雜食性的動物，所以它產生的糞便是褐色的。小孩攻擊就這樣，很近呢。30幾年前是偶爾有一隻猴子會進校園，那一直到10年前左右，那開始有那種猴王帶小猴，一群都20幾隻進來覓食，尤其在冬天，12月、1月、2月到3月。開了。高山仔無論是規群規掛，或者是孤一隻，總是講來就來，講走就走。要如何學習和猴共存，是全校師生重要的一門課。如果我們在校園內有遇到猴群，那我們應該跟猴子保持適當的距離，也不要去餵食野生的猴子，也不要去做挑釁的動作。從宿舍那邊，然後再跳到樹上那邊，然後再到走廊那邊，然後我們看到的時候就很害怕，然後遠離它。
那一般的我們在校園裡面能夠用驅趕，目前比較有用的是氣彈槍，有效射程大概在20公尺。20公尺，那我們跟猴子的距離，一般我們都保持在20-30公尺以外。用测大型廣告受到人力和時間的限制，相對風高電棒設置，更加提升校園對抗高火風火力。這個長差不多150公尺，我們從外面看起來，這個是高度是1公尺多，可是我們裡面落差還有在1公尺多，所以從裡面看外面其實是3公尺多的圍牆。這個電的壓力其實不高，我講坦白，我自己有試過，那它就是很像就是那個你電蚊拍，你去碰觸到電蚊拍的時候，很突然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電的一個感覺，猴子去touch到那個電蚊網之後，它就被嚇到，它就跳走了。來到雲林縣國家鄉的荷包村，電位網路口的果子樹，原本已經下當版的珍珠柑，定定叫狗加果子皮落幾世紀，是野生動物最軟了後的分叉。這是一倍哦，你講這哦？伊這就甲高上濟啊，馬里攏加柑橘類啊，柳丁面頂有柳丁甲柑啊、碰柑啊，損失差不多50-60%。50-60%啦，搞來食。那是金額咧。金額你若譬如講，若1分地若收5萬來10萬來講，你就損失5-6萬呢啊。哇，好，你來就好。啊，這個電位網調才有，俺無都沒有啊。農產市周圍已經看幾百個電位網，因為高海無佇咧農業天然災害的補助範圍，所以農民必須自保，愛甲損失降到上低。啊，咱這看電網都唔敢入啊！我真正要袂看電網吼，一工愛趕車8改，這。電網是這鐵線網先砍落，啊了後咱就愛咱這鐵啊先拆落，了後啊這種套鋼條落，啊甲交電的啊所以這來綁住了電啊。電位網包括這個網子嘛哈，然後還有就是最重要的電幕器，這些都是在補助的範圍內哦，0.2公頃2分地哦，已經補助了8萬。有的農民會說，哦，我就已經收入都是很一般了，那你還要再讓我架設這個電圍網？有架過的農民，他們說差不多在2年左右，就整個就這個就攤平掉了。台北市北投區北投市場一間水果攤遭到猴子搶食，一只身材圓滾滾的猴子坐在台北市內湖瑞光路邊的牆上東張西望。台灣高海會南台灣會北部團。北部縣市嘛，小刷傳出災情通報。之前我們廚餘桶啊，就是社區都會放在後面，所以他們就會從上面的山開始，已經有出現在我們福興宮。那可能對比較小的小孩，或是我們有時候有些年長者，如果他突然出現，他們會驚嚇，他們會害怕。這1-2年哈，包含我們的深坑還有我們石碇區，都有農民來提說，這個獼猴造成這個農損蠻嚴重的。中央它現在有補助電圍網，那另外我們也會提供這個驅猴的驅猴炮，那另外我們也會架設這個聲音驅趕劑，甚至呢，我們鼓勵這些農民來就是認養我們的動物之家的那個毛寶貝。那因為其實我們發現說，飼養狗驅猴其實還蠻有效的。架設誘捕籠，那我們捕抓到之後呢，我們可能會做結紮，那我們會仿比較人道的方式去綁輸精管、輸卵管這樣子一個仿人道的做法。如果說是把它的一些生殖器拿掉的話，它可能外觀會改變，荷爾蒙會改變，讓它再回到它的族群裡面的話，它可能不受它族群裡面的接納。2005年12月，立法院審查動物保護法修正草案。農業部答應會在3個月內提出具體的行動計劃。使用獵槍這種東西是要警政署同意的，不是說獵人拿着獵槍就可以到處拿。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其實都已經早就有在跟警政署溝通這件事情了。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已經在挑一些示範區域，示範區域之後把這個 SOP 建立起來，專家學者開完會拍板定案，我們之後就會操作。除了示範點外，如果有些市民看到，他們覺得說沒關係，我們現在認為就按照你的 SOP， 我自己來做，
我們也是同意的。大家會說，獼猴是一般類，那一般類是不是要用野保法17條，要劃獵捕區才可以去捕捉？那可是因為現在來講，因為有危害農林作物、生命財產安全，還有原住民傳統狩獵的這些問題，那在這些前提下，你是可以去做獵捕的動作。你處理野生動物，老實說只是便宜行事而已啊。你讓民眾覺得說，好像有數字。可是真正到底可不可以真的治標治本？立委啊、議員他們都很願意幫農民跟市民朋友說話。可是猴子呢？野生動物呢？他們只要讓人類覺得說它对我們的生活造成影響，決定這些政策的都不是他們可以決定的。我們不要把它一直當成一種危害。一直防治它，把它拒之在外，而是你要把它融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然後讓它變成一個對我們大家都可以互利共生的狀態。好。高位分布防衛沙點檔，敢賣紅定義做高害，中期研究高位學者有無同款的見解。1952年的《民生日報》其實就寫說獼猴在下山了。並不是說現在才開始發生，猴子其實陸陸續續都有在下山。大家要知道，野生動物它不是這輩子都要困在山上的，它們是應該要互相交流跟移動的。所以它們下山本來就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而且我必須說，在我們把它困在這邊越久，它下山的頻度一定會越來越頻繁。它四處可能這邊看也是親戚，那邊看也是親戚，它一定會想要往外擴展。他要去尋找新的猴群，這本來就是他們天生的習性。他們的男生，因為他們是母系社會，男生長大到成年之後，他們一定要往外擴展，去尋找新的猴群，避免近親交配，然後增加基因的流動，這是一定的。我覺得這個有待商榷啦，真的有待商榷。猴子也是群居的啦，人家本來他這個族群好好的如果整個族群猴群把它抓起來，結果都把它人道了，好像這個族群整個就不見了，這我覺得也不是很好的。原則上，我們是除非是中央就是公告的外来種，是公告要撲殺的外來種，不然我們目前的話是不太可能會去做這樣撲殺的動作。猴害的問題，我覺得就是見仁見智。我們示範去見了，把這個標準做出來之後，我們會去做監測。我們監測之後發現，猴群數量的族群變化趨勢已經變成是一個穩定的，而不是一直往上跑。那一個穩定之下，我們就不會想要繼續再對於這個猴群的一個控制，再去做一個更強度的一個防治方法。台灣獼猴問題甚囂塵上，他們有時候會闖進民宅裡面，有時候會造成農損。不過呢，撲殺到底是不是很好的解決方式？還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呢？都需要各界來集思廣益。是有人投喂有人喂吗？对，就是有人会在這邊亂撒飼料啊。我剛以為是植物的種子，一看是狗飼料。宣導跟規範是兩件事情。你宣導有時候民眾就是不聽，像我之前也有人跟我說什麼，可是你規範了也沒用啊，有些民眾就是不理啊。可是你不能說，還是會有人酒駕，那我們就不加重罰則，不是這樣子的。你總是要讓全民有個意識。我跟你講，那是一種氛圍。就像你現在知道你在捷運上不可以飲食，那有人在捷運上飲食的時候，大家就會一直看着他，這邊不可以吃東西哦。這是一種社會氛圍。我們不要一直只想着說減少或撲殺，這都是最後一步了。真的沒辦法的時候才用到的東西。如果前面還有這麼多東西可以選擇，為什麼你要一下子就跳到最後一步？那中間的教育跟這些防治方式你都不去採納。大家每次提到日本，都只會講到說，你看他們也有在殺猴子啊，他們也有在做他們的節育什麼的。日本京都嵐山那邊其實是有一個可以餵食獼猴的區域，但是呢，除了他們提供的食物之外，遊客是不可以攜帶自己的東西。
那再提到更知名的地獄谷，進去也是不可以邊走邊吃，不可以拿食物跟塑膠袋在手上。可是你會看到台灣目前，有獼猴的觀光區域，有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規範說，你在這邊不可以吃東西哦，你只能在那個室內飲食？沒有。我要跟各位奉勸一下。猴子身上有很多跟人畜共通傳染的疾病，大家不要輕易覺得說哦，我去餵個猴子是 OK 的。比較常見大概有病毒性、細菌性跟霉菌性疾病3類了。病毒性的疾病主要是皰疹 B 病毒，或是像 Mpox， 就是M 痘，就是以前我們說的猴痘。然後另外在國外還有發生過的是伊波拉病毒，這個很有名，然後還有致死性也很高的马宝病毒，眼睛或是鼻孔甚至會有出血或是什麼那樣。細菌性疾病就像結核菌，然後沙門氏菌、志賀氏杆菌。那霉菌性的主要就是皮霉菌。各位問題看全台灣，林保署我向設示範區開放6場簡單試，專家是真煩惱強硬做法，敢會造成生態的失衡。當人和野生動物的界線漸漸模糊，如何在防治、保育和共存之間利益平衡？人甲狗之間敢有明確的衛生界線？會小白牌解遠是啥？是這當全台灣當面對的生態保育課題。